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写大字讲台语。咱现代人啊，拢是用圆珠笔、用鉛笔咧写字啊。不过啊，伫咱古早有真长的一段时间啊，毛笔其实才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啊。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伫国小拢有写大字的经验啊。那安尼，恁拢去倒位买毛笔和墨水这的文房四宝咧？啊，那咱要买笔墨纸硯这的物件，请问用会着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咱特别来和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写大字啊，就是写毛笔字，必须要有好的毛笔啦。迄毛笔的毛啊，软的甲硬的，迄写起来差真济啊，介绍嘛拢无共款哦。所以啊，若要买毛笔，咱会当直接请教头家啊，讲我明仔载上课爱写大字，请问啊，倒一种较好写？安尼啊，头家就会推荐咱俗佮好用的啦，也是偷偷啊，甲咱拍折咯。除了笔啊，写毛笔字要用的迄个纸啊，和一般的纸无共款。一般啊，咱较常用的写毛笔的纸有两种啊。头一种是学校咧用的啊，顶面有用红线画一格一格的薄叠啊纸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毛边纸啊。另外一种是要比赛、要展览、要用的白白色色的棉啊纸，华语甲叫做宣纸。所以啊，咱要买的时，会当甲店员问讲啊，我想要买练习要用的薄叠啊纸，请问放伫倒位？也是讲，恁遮敢有比赛要用的棉纸咧？另外，伫较晚年的时，除了爱看年会以外，有的人啊，也爱家己写春啊啦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春联，讲啊，安尼真特别，佮有纪念性。啊，若要写春啊咧用的纸，迄寸笑嘛有分哦，而且花草嘛拢无共款，所以咱会当直接问店员讲啊，恁遮敢有咧卖春啊纸？过来，咱就形容一下咱介意的大细，咱介意的花草。可比讲啊，我想要找顶面有郁金的春啊纸，安尼啊，店员就会推荐咱适合的春啊纸，通互咱等于写出来以后的春啊，有无共的艺术感哦。上尾啊，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我明仔载上课爱写大字，请问倒一种较好写？我想要买练习要用的薄叠啊纸，请问放伫倒位？恁遮敢有比赛要用的棉啊纸？恁遮敢有咧卖春啊纸？我想要找顶面有郁金的春啊纸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买毛笔用品讲台语，敢毋是真简单咧？有机会啊，咱一定要去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